新竹县的动保署呢，伫今年9月时阵去查到一间非法的猫仔的探种场，拢总是救出35只的猫仔。即马经过照护甲治疗，其中有29只呢，已经伫咧完成法定听诉了后，今仔日开放予一般民众来领养。希望伫过年进前会当帮因找到新的主人。好棒！大大粒的目睭实在真古锥，这鸟仔过去拢因为破病、健康出问题，经过动保署照顾了后，即马已经恢复健康。因为这鸟仔拢是公鸟，以目前外面的市价，大家拢爱5万至10万。拜五透早开放领养，就紧900人来登记。开心啊，比中乐透还开心。我本来就有一只了，对，然后就是有想说再给他一个班。我是因为这个品种很亲人，所以就是才考虑就是来这一次参加这次活动。这摆拢总开放29只鸟仔，予民众领养。动保署指出，除了用抽签以外，领养的人需要通过饲养的知识测验才有资格，要确认新主人有相关知识甲责任。考试的项目大概有包含对于动物保护法的一个基本的观念，然后还有没有多重防伪猫咪在饮食上面的一个限制，还有猫咪如果生病了，它后续的一些医疗，它在我们饲主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。认养回去之后，我们都是会透过一个不定期的电话访查，或者是到家访，来确保猫咪的一个生活环境。未来动保署会无定期追踪查核，确保鸟仔拢有得到好的照顾。动保署表示，无抽到签的民众嘛莫失望。动保署内底还有足多古锥的狗仔甲猫仔，也需要民众做伙关心，甲因带登去饲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